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法星社，我係 Jackie。我係 Cardia，係啦，到屬虎嘅朋友啦，你馬年就係一個合太歲嘅年份，但係冇吉星，因為合太歲嘅原因，你今年嘅月運氣都會好轉翻。財運方面就不過不失，主要係冇吉星。揾錢方面就要靠自己努力去把握。背星到，所以要注意下，俾小人喺背後中傷或者講壞話，亦同時都有一粒地煞星嚟到，遇到惡人嘅情況就容易發生。千祈唔好同對方交惡，退一步以和為貴。另外仲有一隻白虎星嚟臨，小心是非同埋官非。健康方面就要注意下，容易整親手。駕駛者就要小心揸車。事業方面就因為合太歲，工作方面都有好多機會㗎。但係都係要少説話，多做事，避免得失人。盡量今年就低調行事。感情方面，因為有一粒紅焰星，結咗婚嘅朋友就要注意遇到啲婚外情，單身嘅朋友就要注意碰到啲爛桃花。屬虎嘅朋友就要注意下半年秋天之後，特別係8月份